好啦，20分鐘啦，咁我哋第一次接啦。咁成個過程咧，我大約會接5次嘅。咁每隔20分鐘咧，就接佢1次先。咁因為個粉都係好濕㗎，所以你掂親佢咧就要整濕自己隻手先。咁頭尾呢個方向接1次先啦，跟住咧就轉90，再轉90度啦。好，咁又可以由佢先啦。又等20分鐘之後，又接下佢，跟住整濕隻手啦。你發覺佢已經光滑咗好多啊！咁又係啦，兩邊先鋪呢個。轉180度，成個過程咧，呢個過程叫 fermentation，咁大約4個鐘度啊。咁喺呢4個鐘頭嗰2個鐘入邊咧，就會大約接佢5次。第1個鐘咧係20分鐘、20分鐘、20分鐘，跟住嗰個鐘咧就30分鐘、30分鐘，跟住就唔理佢2個鐘噶啦。